53年，民丰春铁工厂在台北市南港区成立，其中有曾信孝、刚兴光、蔡正南等几位阿美族的青年在工厂内工作。由于工厂需要大批员工，该工厂老板与蔡正南前往花莲光复乡招募工人。正值光复教会建堂急需经费，该会许一度牧师借此鼓励许多青年前往工作，并且时常前来关心离乡背景的青年们，以及主持家庭礼拜。许一度牧师他说：“干脆能不能跟那个社监、跟厂长、公社厂长你们协调，能不能找一个地方来聚会？”这样，我说好，我还没有问呢。那时候我做领班嘛，好像蛮有信心的，我就联系看看。在民国53年6月，台湾神学院的吴明义弟兄开始前来，使得参与聚会的人数日益渐增，因此成立了南港布道所。我们住家的一个客厅啊，我们开始在那边聚会啊，用家庭聚会的这样。经吴明义弟兄与许多牧师接洽，平地西安教会同意借用该会礼拜堂为聚会所。民国55年，因交通和语言之不便，聚会地点改在蔡正南会长家。是年12月，借用玉成国小教室，盛大举行第一次南港区阿美基督徒圣诞节活动。当年是由曾信孝主理讲道。他那个时候没有礼堂，好在那边有总务主任我认识啊，跟那个教主任啊，就接下好会免费给你们这样啊。同年8月改到杨基福弟兄府上租屋聚会。9月由刚入台神的曾文志弟兄前来主理各种聚会。民国57年夏天，因曾文志弟兄前往基隆协助圣工，故商议邀请正在请假来台北谋生的吕金福宣道师，经巡回牧师严明福牧师指派，接任牧会的工作。为配合激增的聚会人数，于民国61年5月，以新台币20万元购置了大同公寓内位于3楼27坪的房屋，作为第一间的礼拜堂。于民国63年4月12日受难节当天，正式启用新堂，同时也结束了多年流浪式的聚会方式。牧者吕金福宣道师经过7年多热心的耕耘栽培，使信徒与会务即将稳定之际，于民国64年8月被调至樟树湾教会做开拓的工作。次年8月，由台神出身的林天福传道师被派接任教会工作。刚兴光长老等约1/3的信徒，因为购买三光社区的房屋而离开本会，归入樟树教会。为该会的建堂，本会拨款补助建堂经费，促使樟树教会尽快成为自治堂会。67年春天，因林传道离开并出国，就于67年9月，阿美中会派前新竹圣经书院教师胡文斌传教师任牧，重振信徒的信心，复兴教会，且信奉灵恩工作的影响，带给教会大大兴旺。本会不若人后的向中会申请升格为堂会，经审核符合条件，就于民国69年8月举行，胡文斌牧师封牧为第一任牧师。此后配合巡回吕章才牧师在土城以林光祥长老为起点，展开开拓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由于林长老等住宅聚会迁到平地，就于民国70年6月正式成立布道所，命名为晨光。在暑假期间，派本会出身的台神神学生张以诺弟兄前往实习，协助晨光的成长。当我来到耶稣的跟前，我知道我的问题一定会得到解答的，所以我最兴奋的一件事，就是来到耶稣，朝见他的面，更多的来祷告。并得展望会中心吕秀香小姐和就读浸信会神学院陈秀妹小姐共同搭配。因为我发现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在那个凝聚力很强的时候，
觉得需要有更多的人侍奉，所以从那个当中我就决志去参与。于民国71年间，胡文彬牧师远赴韩国深造1年，此间为事工之需，本会请陈龙福牧师接牧，并得内地会甘美灵勋教师的协助。民国72年10月，陈龙福牧师获选本会牧者，成为本会第2任牧师。但因陈牧师兼任三福中心工作，于民国73年辞任本会。于是小会决议向中区会申请聘用当时任巡回工作牧师的吕章才牧师为候选人，就于民国74年7月14日，又由议长张敬才牧师前来主持和会并监选，结果吕章才牧师顺利当选。上帝不是看你的外表，那当然，如果说按照我的学历，我真的是不配，按照我的那个牧会的经验，在乡下那边的经验，也不可能来到这么大的台北市的一个教会在牧会，我觉得实在很难。可是上帝也利用我这样无用的仆人能够完成他的一些美丽的计划，所以我一直觉得说，这个一切都是上帝的带领。同年8月4日，主持举行吕牧师就任本会第3任驻堂牧师典礼。民国76年和会决议购置新礼拜堂，于77年7月决定购买南港区重阳路235巷新建大楼，约135坪，其中2间合并为大礼拜堂，另一间作为牧师馆和会议室。我们找了30多个地方，都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很适当的地方。虽然是有一方面经济的问题，都没有办法买到，所以最后我们就找到这里。于民国78年12月12日下午2点，举行献堂暨社教25周年纪念感恩礼拜。20年的代管，不到10年，就还清了。当然，这个也是完全是透过大家的合作我们信徒也是都很热心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义诊教会也可以算是当时的一个新的转类的民国93年9月12日，举行吕章才牧师进城荣退感恩礼拜，结束长达19年他在玉泉教会牧养的工作。在经过10个月无牧者的时期，本会于民国94年2月20日，由张以怒牧师及林美香长老主持监选，结果胡天才牧师顺利高票当选。很期待说，在未来整个教会的方向，不管是在传道的事工，或是教育的事工，或是说在整个关怀的事工、设计的事工它是一个很独立，而且是一个它有很清楚的一些目标跟方向。然后这些同工跟牧者就是一个团队那个未来能够在教会里面真的刚才我所说的能够落实有一些装备必是同工或是弟兄姊妹被装备，能够预备做一些服事，能够朝向这个方向，然后慢慢的在不同的那个教会的事工跟合场里面能够胜任那个工作，而不是说有一个事工，可是好像就一少部分的人就落到几个人的身上去服事。在40年当中，本会培育了不少教会人才，如张以诺牧师、杨真一牧师、李清文牧师、陈美珠教师、陈耀雄牧师、林贤峰传道、吕秀香老师、林慧色老师、蔡美花老师、黄松明传道、吕哲敏传道、陈慧芳老师、林雅慧老师、李信嘎巴老师。那当然，在未来可能在同工的栽培上，需要更多的一些努力，帮我们有更多的同工可以做一个团队，能够来帮助，能够完成上帝给我们在这个教会的一个使命。也期待说，当我们在迎接50几年的时候，我们真的说感谢上帝，我们有这些成果给上帝。
感谢神带领我们走过40年的岁月，就如诗篇所说：“上主，我的上帝呀，你为我们成就了许多大事，有谁能与你相比呢？你为我们设想的奇妙计划，要数说也数说不尽。”这时候我们请刚刚牧师所说的这个所报告的这几位的同工到前面来，我们有小小的一些礼物要赠送给你们。当中好像李牧师也在哈，李牧师师母请你们来当中到前面来哈。还有陈金春长老夫妇也在我们的当中，还有曾金孝夫妇也在我们的当中，还有林金茂长老，还有因为黄松敏传道，因为今天有事工没有办法到我们的当中，还有黄松辉夫妇到我们当中，包括这些弟兄姐妹，愿神来祝福我们的义城教会，不断的来成熟，不断的来成长，来迈进。我们更期待你们的祷告，来托住，让我们的义城教会真的是有神的恩典，有神的能力在我们的教会。咱来给你丰隆的所以我们向你们当我们的路该。Materi kawas kembali kai saya kak dia ko materi zum na kyo kai所以你看，像一个东saya kak to anai大家唱能来，我们其实不断的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身体健康，继续在我们的左右边来托住我们，来指引我们，来帮助我们，好让我们的教会不断的能够来茁壮，来应应这个新时代这个变化非常快的时代当中，有一些经验的一些教导。我想稍微念一下里面的字这个庆祝义城社教40周年纪念，为主见证宣扬福音，40有成，神人同庆。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义城教会见证，主后2005年9月11日。然后把这个重点。师母也有吗？好，我们也谢谢长老的辛苦，谢谢。还有曾信孝长老夫妇，谢谢你们。还有林金茂长老夫妇，谢谢你们的辛苦。谢谢黄辉长老夫妇。我们用最大的掌声来谢谢他们，我们祝福他们。好，谢谢，好，谢谢。感谢上帝，借着义城教会40周年，有这样的机会，让我们体验到了许许多多的牧者、传道及神学生，他们凭着信心为主服侍。在过去，他们都是义城教会的一员，现在都成为了传道人，在义城或其他教会服侍。义城教会给他们的印象是什么呢？义城教会是台北市的唯一大的一个我们阿美族的代表性的原住民代表性的一个教会。义城教会是一个训练传道人的一个地方，资源上比较能够供应在事工上面的一些教会，因为我们义城教会出来的传道人可以说是比例蛮高的。本身义城教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早期的一个基督教会的发源地。那我的感觉是，义城教会在那个时候它并不是很大，但是它却是我们所有在都市的原住民的一个家。所以我想，这是身为一个义城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感到骄傲的时刻。
所以我会暗地里告诉所有的人说，我也是一城教会的弟兄和姐妹。为了与神更亲近，他们放下了所有的工作，走向神学院，寻求一切的真理，也磨练自己成为上帝最好的帮手。我就觉得教育系应该是我的一个方向，所以我去考台神然后就参加他们的教育系的考试。信徒神学系的一个夜间的课程，我就依然去参与。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教会的长老的职分的服事上来装备自己。上帝给你真的有这样的呼召，我觉得这不会是半天、一天，或是一年、一整个礼拜，会是一段时间。上帝会不断的提醒你，他在呼召你。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的经验里面，跟每一个磁场不单是除了教会的弟兄姐妹以外，教会外的弟兄姐妹，其实是我们要传福音的目标所在。引人归主是传道人的使命，用口用身体力行来传扬神的福音，也证明了神与我们同在。传道的过程当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就是看见弟兄姐妹的改变。有一个青少年的爸爸，他不是教会的，他是天主教的。他说他有一次跟我分享说，牧师，我很喜欢我的孩子去教会。他们去教会，我知道他有得到很多东西，他学到很多东西，所以我不会反对我的孩子去教会。每一年，我们都安排到乡下，甚至于别的组座位是个见证，因为大家都觉得说，平常我们没有时间走福音只有这个时间比较有空闲时间，所以他们就牺牲了过年春节时间就到各教会去做4个见证。我第一次看到在那个中，哎呦，怎么会大家都在哭？怎么好？有的人还拍打地面上，哎呀，我只是带祷告语，怎么会变这个样子？那带个八个后来这次回想的时候，原来上帝在当中动工。那时候我们4个见证会一起出去服侍传福音，是在教会里面的服侍。我觉得当我看到青年们弟兄姊妹一直彼此那个同心，我很喜欢跟大家一起的感觉。如果说在妇女的侍奉里面，什么是我最感动？我觉得说，就是每一次有病患的关怀让病患受到那个带导跟呵护那种感觉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身心灵得到健康，那是最美的一件侍奉。做清洁工作的时候，让别人看见我们不太一样的原住民。那后来那个不动产的那个企业里就也特别邀请跟我们聊天，然后聊了之下，他才发现说，原来我们是教会的传道人，所以他非常惊讶。所以从这个里面也发现说，在这样的一个经验里面，我们也无形之中也带入了我们的福音的传道的工作，在这样的一个不同的磁场。是什么样的恩典虽然在经济上或者是在缺乏的时候更是感受到神的恩典是满满。为了教会的事工，他们不仅操练自己，也伸开了双手，扶持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每一位信徒在教会中都要各尽其职。我本身是走社区，过去的经验是社区。那青年的部分的发展，我是比较看重是，如果一个教会要发展，它必须要转型的时候，就是那个枢纽在青年这一环。每一个人都要受造就，不单单是青年，或者是我们的阿妈大塞哈奶奶，都一样都要受造就，因为我们不只要认识圣经，也要了解圣经。我们真的要做好榜样。我们的下一代会看到我们自己的样子。我想今天透过40年，我们想你40岁了，是不是要成家了？要带了，要往哪里走？这是我站在成为一个一城教会的会友来思考，对我们一城教会的期待。耶稣是我最大的帮助，耶稣是我最好的朋友，耶稣是我最常跟他交谈的一个对象。要清楚上帝的呼召，作为未来在教会传道的事工里面，因为目前我们真的是需要有一批胜利军，尤其是年轻的。
在这个影片中，虽然没有将所有的牧师及传道拍摄出来，但是我们不会忘记每一位曾经在玉成教会的传道人，像是在民国57年间的吕金福牧师，在教会经济最薄弱的情况之下，带领信徒乐捐募款，购买一栋22坪的房屋作为教会。及65年8月的林天福牧师，面临着玉成存废的关键时刻，不愿见得玉成教会被出售，坚持自己的理想。69年就任的胡文彬牧师，看见教会生存在这个世代，面对许多困境及变动，带领信徒完成上帝的使命。及71年间因事工之需兼任玉成教会牧师的陈荣福牧师，还有在40年当中，玉成教会也培育了许多的人才，像是林清文牧师、陈耀雄牧师、林贤丰传道、林慧瑟老师、陈慧芳老师、林雅慧老师，他们都是玉成教会的一份子。感谢上帝给予了玉成教会这么多的传道人，为教会服侍，也帮助每一个人在属灵的生命不断的成长，更明白真理。除了主日礼拜之外，各个团契的聚会时间，提供了弟兄姊妹相互扶持的机会，一同经历主耶稣的慈爱。目前玉成教会共有7个团契：德高望重的松年团契、身强体壮的弟兄团契、美丽动人的妇女团契、属灵扶持的祷告团契。不可小看他们年轻的青年团契，还有活力十足的青少年教室，以及活泼可爱的儿童主日学。由于团契内的成员年龄相近，因此当有肢体需要扶持与带导时，更能产生同理的果效。透过各肢体间彼此相爱，我们便看见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先来听听松年团契对上帝爱的见证。
因为他们心里都有主，都相信主是真正的神，拯救的一个神。除了肢体间相互的关怀，玉成教会的长者最为人称道的是每个礼拜这些长者们不辞辛劳，爬上位于5楼的教会参与礼拜。是什么样的力量使他们如此甘心乐意呢？因为是已经太大的心里已经有主的那个爱，这个是上帝是真实的一个上帝，他有这种的心，他有这种的感动，他相信是主耶稣是真正的救主，这样，所以不管是这个教会在5楼还是6楼，他能够这样来参与这个礼拜的机会。玉成的长者提供我们在信仰上学习的榜样，许多团契也在聚会中借由事工的推动，学习彼此相爱。在闲话家常里面，我发现妇女都会很释放。当然，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还是请牧师来做一个带领，所以牧师会用一些经节，从经节里面来去分享我们想要说出来的话，所以这个闲话家常就成为我们妇女的一个心酸的一个出口。除了探访与日常的聚会，妇女团契每年都会安排对外交流，不仅增广见闻，同时也看到了其他教会的见证。他们碰到这样的困难，他们还是那么坚定的信仰主。我们看见他们的教会虽然是很小，可是坐满人呢都满满。而玉成教会最身强体壮的会友，要算是我们弟兄团契了。现在正值壮年的教会弟兄，许多都是在年轻时便只身来到台北打拼，并且成家立业。在面对劳累的工作以及家庭的重担时，弟兄团契提供了什么样的帮助呢？我们弟兄团契也举办或是各教会联谊打个球，或是说到这个其他，比如说到海边抓鱼啦，到山上啦抓这个野生的植物。以目前来，我们弟兄团契是这样的一种在这个扶持方面呢，是当然我们目前在经济上的，或者说有其他关于孩子的一种，我们目前也是在讨论比如说孩子的念书或是哪一所学校啦，我们也是在这个弟兄也互相的一种推介啦，介绍。谈到相互的扶持以及代祷，我们就不能不提到祷告团契。祷告团契的事工，可以说在教会包括的很广。它最终的以祷告为主，但是祷告里面要付出行动，不只是在教会祷告。神的差遣，我们要去做更多的一个探访的工作，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我们也能够付出，不仅是在祷告行动上、金钱上，我们都付出这样的一个工作。除了藉由祷告更坚定我们的信仰，祷告团契同时也肩负传扬主爱的工作，将上帝的爱带到各个角落。不定时的探访，每年的诗歌见证会，祷告团契都大大经历上帝的大能。那么我们最大的感动就是在我们团里面，有的根本就是刚刚信主，借着他们乐意参与的当中，完全悔改了。很多我们的同工里面，借着参与这样的一个机会，在教会的服事里面也服事，他们也是在学习的当中也得到更多，所以我们所到的教会也是很多的感受，改变了很多。所以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经历到，我们在越服事越甘甜，真的是假不了的事情。团契中的互动见证了上帝的爱，同时上帝的教导也透过团契彼此劝勉学习。其中青年团契除了拥有年轻活力的特色之外，对于圣经的认识更是不敢懈怠。青年团契目前聚会方式是以团契为主，那之后上完课程，然后再分成小组这样。那目前的聚会方式是以课程为主，那现阶段这3个月是
上纪要真理的部分，就是造就的部分这样子。保罗曾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青年团契不仅透过圣经，更了解上帝的爱，同时也学习彼此相爱，在团契中相互扶持。我记得那一天啊，好像是我们大家就是练歌的时候，然后就是大家都是就是练完歌之后，就是为了那个我们的现在目前的事工，像这次录专辑的事工来代求。就后来当中就是有一些弟兄姐妹有一些软弱的代祷事项这样子，然后大家就提出来，然后我看见大家的互相扶持在当中，那我相信就是有许多的，就是里面的不足。我相信在那天的晚上，大家都有感受到，就是神的同在这样子。为了育成教会40周年庆，青年以及青少年共同录制了一张专辑。在录制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了这群青少年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其实录这张唱片呢，乐手其实不是我们这些年纪比较大的或者是长辈们之类的，其实乐手是属于青少年他们那一辈，大概是因为经验不太够，而到后面被临时被换下来。我想他们心里可能会有一点挫折，但是呢，让我很感动的就是，他们竟然不会因为乐手换人了，他们就不来练习了，他们反而很积极，为了这张唱片，为了这张制作的 CD， 他们很预备他们的歌声，然后我很感动，就是我可以从他们身上，我学习到，我们不应该会为着一个东西而分彼此。其实他们在我里面都是宝贝。一般人总认为青少年时期是最难理解的时期。为了让育成教会的青少年在生命的重要阶段对上帝以及自己有更深的认识，青少年教室的老师们在课程安排上可是用尽心思。我们育成教会的青少年上课的方式是，我们有用总会的教材，那这教材是给青少年在培训他们的人格教育上面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力，这样子就是帮助他们在这青少年的发展当中啊，让他们能够了解自己的本色、自己的定位、人格，让他们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然后进而引导他们认识这个信仰。育成的青少年和一群愿意放下身段的老师们一同经历上帝的带领，当然这也必须归功于主日学昔日对他们的信仰教育，使他们在面临生命的重要阶段时不至于偏离上帝的道。儿童主日学的确功不可没。我的感触是发现主日学里面当中，过去很多很爱我们的一些主日学老师都很用心，让这些孩子都有一个信仰的一个根基。看见现在的孩子，像慧芳啊、倩文啊，或是李信啊、嘎巴啊，哈，还有一些比较爱在服事上，我们都看到一些小弟青少年，他们都是以前很爱，都是很活泼的孩子。我们发现在这信仰上，我们必须给孩子一个目的，就是说认识他自己心中的那位救主。除了信仰教育，主日学对于阿美族文化传承也相当重视。借由圣经故事的阅读，主日学的小朋友慢慢学习阿美语，并认识自己的文化。我们还特别设立一个叫做阿美语的一个语言教室，来指导孩子。那我觉得说，应该要给孩子自己认清自己他是阿密斯，不要害怕自己是一位阿密斯孩子。走过40个年头，短短的影片说不尽主耶稣在每个团契中的恩典，每一次的欢笑与泪水，就是我们对上帝爱的见证。育成的每个团契将继续肩负起爱人如己的使命，传扬主爱，让每位肢体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育成家庭小组从87年的8月开始，以每月第4周的星期3晚上为各家庭自行设立家庭祭坛礼拜。之后，因极力推动细胞小组，在89年3月开始，家庭小组从8组增设为12组家庭细胞小组。从过去到现在，育成教会有了12个家庭小组，每组都有1位长老和执事负责带领，分别为大五轮组、雅各组、约翰组、但以理组、约书亚组、保罗组、摩西组和大卫组、彼得组、章数 A 和 B 2组，乃是完全定睛，眼目定睛在神面前得到。百福组、百福组耶！在不同的聚落地点中，有着不同的家庭成员。这像不像早期大家刚来到都市时，每个家庭凝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大家庭的样子？家庭小组贡献了强大的力量，在每个家庭里努力地做关怀、带导和支持的角色，是希望每个家庭都能在任何的困难里找到一个可以停歇的溪水边。很帅帮助他们在面对家庭及工作和适应环境的压力中，有一个属于基督化的大家庭，可以让你得到安慰和灵命成长的地方。拜天晚上，
na utuku. Utang itira to adata. Gaya anak sampan. Lafak tuan kapoy. Yan to kananira. Kan kanira. Ulihan at lafak. Tamak do na raya ng anak ko. Yoso meals. Wajib kumain kisah anak ko. Tarusak ko. Se ikan siya pati ni kawas. Nauhan. Ula no kawas ko ni ikatin makusang farsa. 在神的眷顾下，相信每一个家庭都经历过神所赐下的奇妙恩典以及动人的故事。面对如此病痛的胡美英长老，靠着神加添的力量及亲情背后的支持下，以乐观的心情面对癌症。早知道也不要让你看，可是我看到他这样柔软的一面，我好感恩了。我说神啊，因为我儿子这样子为妈妈这样子，我就觉得，我说都是你啦，你让我哭喊的跟他娃娃就这样，我就回房间就哭，有什么感觉？怎样？啊？忽然间妈妈变美了这样子，啊？是原本是长发，然后变成红头，不行，而且难过。你不觉得是因为妈妈变成光头变成那个？对呀，不是。那你哭什么耶？不知道。说不出来跟那。对呀，他就这样我就是不要哭什么呢？我就觉得我很好啊，我没有头发一身轻啊，那不对的。社会当中，我们已经是一个很有地位、很有名望的，在业务当中愿意更搞这个。在家庭小组里，还有一项重要又具挑战性的服事，那就是每个礼拜后的中餐。在主后2003年起，教会举办每主日礼拜后，由各家庭小组轮流提供爱心中餐的服务。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个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小组，那就是在主后1999年所设立的社会关怀小组。从每年会计结算后的结余中，定拨出10%作为关怀基金，推动急难、灾难、慰问及奖学金的关怀事工，以及作为对外社会救难之用。我们采访到了关怀小组的组长陈文明长老，来谈谈他们的工作服事。我们关怀小组的基金来源是从资源回收、报纸、统一发票、爱心捐款跟巴黎法郎义捐、妇女捐款、教会年度结算的结余是10%的基金。关怀小组的服务对象是住院，还有休养的、丧事的，还有天然灾害，譬如是地震、台风、火灾这些类。当然，在历年当中，都有一些酸甜苦辣。所谓有时候跟我们同工要去做的事情，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时间的配合，有时间没有办法配合，是我最困难的一点。我希望我所做的这些事情，当然我就交托给神。所以关怀的工作是不可怠慢的，就像耶稣关心需要被医治的人一样，这份力量也是来自大家的献上，让关怀的能落实。就如圣经上所说的，施比受更为有福。
di Pahlawan. Marta kita 我经营公司，我在这里为我们一城骄傲，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人才，我们的青年，他们每天晚上不睡觉，有时候到我家，为了要找资料，一个晚上他们没有睡觉，我真的感动。今天在我们的面前展现出来的这么美，也这么清楚，我们再一次鼓励我们的青年，我们再一次鼓励他们进来。Usap Pak Ezel tulikas pat no permintaan untuk kaitan. Mana musaswa dan sang kapo. Ikaw rira nahalatan kapo sepatai pola minta ansano amisen i momen kapah kita. Umi orungai itu ka ayaw atau ka ikoko kaya kita. 我们谈到40周年怎么勉励，我就想我们的教会40岁。 如果说阿美族的这种有组织的一种那种组织结构的话，也刚好是我们阿美的妈妈跟爸，就是刚好站在老人跟青年的中间的那种分子。他负责前面对年轻人怎么样去教育，怎么样去带领，对老人。 怎么样去关心？这是我们过去阿美族的社会里面相当重要的一个阶段。因此，我觉得今天我们庆祝40周年，也可以算是我们一整教会真正的站在这个阶段的一个青年。所以，我就在这个地方特别想到，我们一整教会把上帝把一整教会设立在这个都市里面，我们有责任。 关心我们的前面跟后面，我们的周遭人，无论是我们的同胞，无论是我们的社会，无论是我们的所有对我们的周遭的一切，都是今天我在这里勉励。第一个，我就想到我们一直教会跟摩西他的事实有三段的事实有关系的同时，跟我们。 跟以色列人的历史也有关系。首先，我就想，摩西的第一段的14年，如果我们看圣经，他是自生以后，因为埃及人不喜欢以色列人一直生男孩子，凡是能生男孩子的，统统杀掉。可是摩西他的爸爸妈妈看到摩西这么可爱，所以他们就不敢把他丢到火里，所以把摩西站在篮子里面丢到尼罗河那边。刚好法老王的女儿到河里洗澡的时候，看到那个篮子，哎，这是什么东西？他就叫一个使女去看，一打开就是一个可爱的孩子，把他说成为他的养女，他的养子，在王宫里面生活了44年。后来上帝还是。 永远在他的心中提醒他：你是以色列人，应该关心以色列人。你是上帝的儿子，他永远不放弃上帝，永远不放弃自己祷告。我想这个第一代的支持人，我可以说是我们一直教会的开始，也算是一样。我们刚刚从东坡跑过来这边，好像我们都是陌生，好像我们被丢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面，没有人照顾。 后来很感谢主，多神的爱，把我们一整教会的开始的几位弟兄姊妹，就交给平地的西安教会，在那边受到照顾，就在那边学习怎么样去拜上帝，跟他们一起接受他们的照顾跟他们的美丽，我们真是感谢主。第二个，摩西的14年。 他离开了埃及后，他就一段时间在旷野牧养。他做安静的人，但是上帝也不放弃他。就在安静牧养的第14年的时候，上帝辅导了摩西：“你为什么在这里？我要带你要去埃
埃及拯救以色列人。各位弟兄，我想到我们一直教这个地方是最好的。本来李金福牧师我们的第一任我们的牧者，李金福牧师本来在东部牧会的，后来因为当时他牧会的情况也不是很好，他觉得生活上有问题，所以他就跑来台北，在这边开启政策。后来给我们的生活牧师严明福牧师，他就把他抓回来，来派他在一直教会牧会，好像牧师一样，在安静的时间，他把他抓过来，担任我们一直教会的第一任的牧者。第三次的44年，摩西他到埃及，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在旷野40年，在那边受过很多的苦。那么对我们的教会有什么关系？我们离开了西岸教会，然后我们到处流浪。如果我们看到的我们的历史，我们到处找一个礼拜的地方，在工厂的宿舍，或者是在家庭，没有一个很固定的机会的地方。就这样的时间，好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一样。虽然是这样，上帝仍然还是带领他。就在那个时候，按照我们的历史，也告诉我们，好像张金姊妹他们设立了幼稚园，就在那边教导幼稚园。现在他们的幼稚园已经变成了我们一直教会的，可以说中间分子，也可以说是在这个教会里面的中间分子。之后，我们就买到了旧的礼拜堂，就开始稳定。然后就开始拓展到别的地方，就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帮助张氏教会，因为我们很多的信徒离开到张氏教会，就成立了张氏就在那边跟张氏教会配合，成立一个相当可以说是坚固的机会，所以我们就补助。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又设立了中央教会，现在的中央教会本来是城关一城的关东的教会，一整个关的教会。那时候我在新闻牧师，我跟牧师配合，然后设立那个教会，今天变成一个大的教会。不但这样，也可以说是在那个时代开始培养了不少的教会的人才之外，也可以说是从我们的教会派了不少的公教人员，也可以说是我们这种教二的李义员在我们当中，还有很多的公教人员慧玲长老啦，还有其他很多都在我们的国家里面社会里面服侍。这个也可以说是我们的教会培养出的人才。我觉得我一直都是教导。然后，如果我们看历史，如果44年结束就可以也许60，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摩西结束了工作以后，他又派了一位青年结伴，就是耶稣也，告诉耶稣也说，你要继续过约旦河到迦南地，要整个迦南把它侵略，然后把那个地方当作你将来设立一个国家的地方。所以他们就在那边又开始新的播种，面对了迦南这么宽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一共31个国家，统统把它侵略，然后设立了以色列的第一个国家。所以我们今天已经过了14年，不是结束，而是开始。那刚好，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40多年的同时，我们感谢以前我们辛苦的我们的长辈们之外，我们很高兴，我们有新的同工、新的牧师、副牧师来。刚刚李金毛长老告诉我们说，副牧师说我要辅导。当然不好听一点的话，导师那最好。各位，我们教会真的上帝给我祝福的教会，
然后，如果我们看圣经，耶稣呀已经侵占了31个国家，已经稳定了以色列国的根基。之后，上帝对耶稣要怎么讲？如果我们看耶稣要书第13章第1节，好，最后上帝告诉他，耶稣呀，你已经做完了分配各支派的那个地方，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怎么讲，你做的不够，因为还有很多的地要进占，已经辛辛苦苦的在那个地方已经分配了很多的支派的地方，但是上帝还告诉他说，你做的不够，因为还有很多贵的指定。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今天40周年，上帝还要命令我们，还有更多我们要去成就的灵魂。当然，我们以这样的那种决心来面对将来的新的意念，来成就更多还没有得到的灵魂。我简单的这样勉励，愿神祝福各位活到老，福到老。还有点。Kalimta ini mahining neta po susunin asan mo sepatay to apuro abisan ko bisano ita ini tinana piungkai ita ni bayi kita to sani musani mo isre mosi sani ni start sani mosi po sikorai memang kalim ko honghai asan kita hawi makali bayi kita po honghai ini hawi mo bisa itu kita asal kakak. Mana kita turun kita masyarakat kita tinarapiokai bersamaan. Ano hati ni ko taas na ko, ang hati ni to taas mo na mo hawi. Muspatay ko ro ares sa karcha. Ikiya ko ka sa karcha ko stresa. Ari ni hawi hati ni to nasta na hawi. Sta ito ko ya awas hawi, awas mas awsi ko na kailan. Ano sa itin, ayra ko mawaray ko ano kasog na kailan ka po ako na sa kapasan. Maka besok asyik awal pas ni, kalau sih dia dalam berandai, kira-kira sari kakak, nada yang khas sari kakak, kita hawi misalkan barisan kita, macam ni hani, masa kata itu tidak tinggi, lima ya, lokai asal hawi, matahari itu kita hawi, tidak di serak lokai kita asal besar hawi. 非常に会社からそういうネタが始めたいやって地方の産地あと無数にねここを都道府県で開催に行ったなさやがあり了。在公司铁工厂里面工作来赚一些小钱，他们不但在那里辛苦，也为了主的缘故，献上他们自己的信仰，而且不断的去探访一些弟兄。 或者是来到这里的一些小家庭，把一些信徒呢集合在一起，在主的爱里面稳固了他们的信仰。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主的爱，所以大家成为一家人。所以呢，有他们这样子的所谓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所以我们有这么一天在这里聚会。那我们在这里真的是感谢他们，也感谢主，也。 献上他们的侍奉，也愿主祝福他们，悦纳他们在当时的辛苦。特别也为我们在座的所有的长老执事们，也是你们在当中这么辛苦的扶持我们一城教会，所以才有今天的40周年庆。那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呢，我们也是要鼓励我们在座的青少年或者青年及主入血。特别在这里，我们也更感谢。 历任的长老执事的关怀，还有我们的那个主入血校长，特别是蔡美丽老师以及英美老师，还有一些施敬植校长，还有我们的前任的高一英师母，他们都是曾尚美长老这么辛苦的为我们的主入血，也就是我们现在的青年啊、青少年来辛苦奉献自己哈。那我们在这里也要特别的关心我们的主入血。
因为希望他们的信仰能够生活化，然后生活也是信仰并行成长，让我们的主日学是因为他们将来是我们教会的信徒哈，也就是基督的精兵，所以让我们的主日学在成长的当中，要学像旧约圣经里面的撒母耳是在教会从小在教会成长的，希望我们的主日学的信仰是这样子，然后将来呢，在社会上或者是在社区以及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为主做见证。所以在这个当中，我提出一些未来我们的目标，在这3年，我们同心建造一个健康的教会。我们从那种好像已经要跌下去的光景当中，怎么样站起来？所以刚才牧师说，这3年是关键的。如果我们不能够从这3年前面爬起来，可能我们会一直往下掉。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同心，为了教会的建造，为了整个教会的复兴，我们一起来努力。所以我在这个当中有8个方向做一些规划。第一个是教牧的成长，就是包括牧师、长老、执事的同工，我们怎么样来成长；还有敬拜的事工，我们培育的事工，还有团体的事工、献教的事工、跟侍奉的事工、祷告动的事工、跟教会管理的事工，我分8个方向来做切割跟处理。我想在教牧的部分，我简单，未来可能要做一些装备，甚至在同心建造这个课程当中，我们重新装备，我们要怎么样来建造我们的教会？我们来先建造那无形的教会，然后再建造一个有形的教会。如果这个无形的教会看不到，那个有形的教会可能是马路以外，可能会碰到困难，它就倒下去了。我们需要期待，在这个无形的教会当中，能够在信仰的造就当中，我们很清楚，从团队的服事里面，我们重新来努力。在敬拜的部分，我们期待未来帮助弟兄姐妹有个人灵修的时间，因为我的时间不够，在之前应该先做调查，到底我们的三亚嘎每天有读圣经祷告的人有多少？我很想了解，我要做一个基础线，我们来努力，在每一年一定要增加每一个人跟上帝的关系。如果我们的跟上帝的关系不好，我们会跟我们旁边的人的关系不好，我们跟我们的上帝的创造关系就不好。我们期待从敬拜的事工里面开始要建造每一个人的生命。在团契牧养的事工里面，我们很感谢上帝过去李牧师他还有几个同工，还有我们的长子同工的努力来牧养我们的教会。我很期待我们未来能够把我们的团契变成小组化，让在每一个地区都有不同的小组的成立，来推动教会的事工。在教育培训的工作当中，我们很期待在未来能够勾勒出我们的资讯网络中心，以及我们的比较有系统性的装备系统，来帮助同工、帮助弟兄姐妹去做装备。虽然你没有在教会服侍，你可以在你的家、在你的社区能够服侍神。在侍奉的里面，我们可以从圣所的侍奉跟外展的侍奉来进行。我们用更多的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来侍奉神。其他的弟兄姊妹也可以在外面在社区做侍奉，所以在宣教的部分，我们很期待，我们有福音队，甚至我们继续有关怀的工作，甚至我们有松勉。盼望未来曾长老在跟我分享真相上说，牧师，我们松勉真的很多在都市，有什么方法？未来就是有这个计划，要推动松勉的施工在社区来推动这个工作。我们盼望透过跟公部门、跟政府的单位做一些这样的连结。能够来照顾我们的松勉在社区的当中，他们是有时候平常在家里没有什么样的工作，期待帮助他们有些课程，让他们也能够成长。一个教会的成长，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动力。如果这个教会的改变没有动力，就好像那个发电机没有动一样。我们期待我们的教会的发电机就是祷告，我们期待帮助每个弟兄姊妹，我们来学习祷告。让我们成为上帝教会的发电机，让我们每一次的祷告能够推动上帝的手，带领我们的教会成长。在教会管理的部分，我们很期待未来我们的教会能够朝向一个医化的管理。现在这是一个电脑化的时代，我们期待我们的教会的管理朝向电脑化来，还有行政的标准化来进行，来简化我们教会的组织，让我们的动员力更大，来继续传福音。
在这个当中，我就很简单的就带过去，我们看就可以了。在这样的一个目标当中，我们有一些策略这样来推动，有方法、有行动，能够来完成这些目标。在10月9号、10号的时候，我会更详细的来说明牧师的想法，给同工知道我们怎么样来推动我们的教会这3年的关键期。在这个转型的3年的当中，我们才能够谈说我们的软体要做什么，我们的硬体要做什么。如果这个软体没有做好，硬体可能会有问题。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期待未来的团队的方向，我们从跟长职、跟小会成为一个教牧团队，然后它的旁边有教会管理跟祷告的系统的建立，以至于我们有敬拜、培育、团契、宣教跟侍奉的事工来推动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所以未来有可能我们的整个组织会做一些改变，牧师跟小会的一些推动，包括各部门这6个部门会成为整个教会规划教会、推动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未来我们很期待我们的团契转化为牧区，有妇女牧区、弟兄牧区、青年牧区、青少年牧区跟儿童牧区，它的功能把团契的功能转到小组去。我们期待当中会有某某团契的某某部的侍奉的时候，来动员这些小组来参加。它没有不存在，它是存在，它是转到小组去。所以未来我的想法、我的期待、我的祷告，我们会把刚才牧师在整个家庭礼拜、家庭小组的转化当中，我做一些延伸。未来是不是可以在内府变成一个教区，然后在南港是一个教区，汐止是一个教区，百福是一个教区，道伦是一个教区。这5个教区里面，它有妇女的小组，有弟兄的小组，有少年的小组，有儿童的小组，有青少年的小组来进行。那这些小组会延伸到这边有一个倒回来的那个箭头，就是回到牧区。那个牧区是按照不同的小组就形成那个牧区里面的成员，就好像是团契一样。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走向来规划未来我们教会的方向。期待我们未来，我们真是要同心努力来祷告，真是神来帮助我们的教会。真的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有很多的人才，刚才牧师大概有一些分享。感谢上帝，让我们教会有那么多的人才能够来推动这个事工，盼望我们有更具体的、更好的装备，帮助大家来承接这些事奉。地方甚至政府也应该预备中餐给他们吃，在每一天。这个是牧师的想法的期待。有一个地方让我们的马赛可以学习，可以继续成长。这个是我们教会要承担的事工。我们期待去祷告真的，你跟我讲说，牧师这个4周年之后，我们一定要做。我说会，我们一定要做。所以李牧师还在，所以第1个老师还在了哈。还有李毅，你可以当老师帮助我们哈。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盼望我们能够透过这个收年的事工，带领更多的马达赛在神的国度的里面继续成长。我说好，这个时候请代表教会也请会长代表神的马达赛来领受这个我们的敬老的一个礼物，不是什么重大的、很珍贵的，我们只是拿棉被盖你们一下，让你们觉得是好像比较温暖一点，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哈。这个这是一个我们这是教会的心意真的是来谢谢我们马达赛在过去我们的教会的努力，14年的当中他们的祷告、他们的奉献、他们的努力用功，好让我们的教会今天能够成长，能够过比8腰都算了，好不好？最后请会长来代表，待会结束之后我们才能够领礼物因为你们等一下还有功课，好。教会的心意，要是每一个马达赛都有一个，所以你们回去不要把它想成当信用马达赛。我们真是要谢谢我们马达赛在过去以来延伸祝福你们。辛苦咱们的马达赛。好，仍然站立，开始下一个部分。好，多多沙多，我们蜡烛已经发下去了吗？我们蜡烛发了吗？为什么牧师要这样设计？我们期待把那个早期的宣教的火传到我们这一代，要传到我们的小朋友，像蜡烛一样来烧尽自己，为神的国度来努力。
他们的过去尼布师还有很多的中年，他们努力了一大段。他们这样的一个祷告，这样的一个宣教的活，希望能够传给我们，也传给我们的下一代，延绵的传下去，让神的国度在台北市，在任何的地方继续被宣扬出去，就是这个意义。原来尼比多罗人民高赛亚卡也为我们这边的马达阿塞来祷告，让他们真的是年龄不是问题，心态才是问题。如果他的心永远年轻，他仍然会有动力。如果说我是马达阿塞，我做不动了，我走不动了，他可能就不想动了啊。可是我相信啊，在教会为了新的事工会着重在松年的事工的里面，我们期待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就神的心意在台北市，我们能够照顾更多在都市的马达阿塞，让他们更能够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我说。那我们一方面请主日学主日学到这里先唱一根蜡烛。一根蜡烛，要你的是蜡烛，和你生命之子一点点小点，是他们点燃出来的光芒，只要记得发亮。
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努力啊，每个人，你看下我们马多大的mana ya ulang ni ulang, tama panak tadi di sana. 我们看下kami mato pikiting sama to kyo kai miso. Nanti ni posong kalingko tu ai saya kan mako tengah saat ini di Taipei 市。我们的妈妈ko kyo kai miso. Selain marulai sama mama atau ini hari ini sama mama turulai. Tengah saat ini sepatu aku ami saan. Wata mama ko kamai miso mama ami paralan. Ami ke mama to saya wasan miso. Pemau nanai. Parmedan ni miso mama to asai niam. Tatanong to mama ko tirangat sa nama. Maru nama no kyo kai o kapura mitsahan. Mikiring asa kami matulay ng mag-asay. Mikhan siya sa kami di siya nama. Pemau nanai. Ikul ini ani kreditan ni miso mako kyo kai miso. Atanata amar akhir mipa happy na mama di finalan to len no miso. 那我们今天所有的奉献，让我们的奉献，让把这个40周年的整个影片怎样的一个心智再次摆上。主啊，求你接纳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看这边。Ikan siya kami mato, ikris na miso to kanya alapin to kyo kain miso, atau bolong no saya kan maka. Ani minunang kami to sasing atau inggen. Ikan to miso mato project niya. Wata mamako kamay miso mamaa, mi paayaw mato ayaway ito ini kaayaw miso saya kan niya. Mamay kagarayan, dan to akan sini kaayaw miso. Segala so tang memik 看到这些影片项目的时候，说你触动每个人的心，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的爱，因为你的恩典，在这个教会的当中。我们把弟弟妈妈，你把做爱啊看下诺米说，你把这个那个弟弟看嘛也米说嘛，我们来打破米说嘛，都米说嘛，哎，不能说米说嘛，你把这个多啊成米说，你把做爱诺米说，啊诺。 就是经都一定奉献都，都感恩奉献，都波隆呢，不做爱我们说嘛，哦，那来本那边什么个，不做那瓦产米上。这样做这个时候，将每个弟兄这边的奉献，不管是10奉献、健康的奉献、感恩的奉献，我将它交托在你的手中，主求你分别为圣，来悦纳这些奉献，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都放在你们的旁边，都波隆马多阿塞。 Atau lima ikut dengan saya kakak, ini kan yang istapang tengah saya pilihan ni Yesus Kristus dengan no, amin. Amin.
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在早上我们庆祝40周年的感恩。在下午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团体动力的活动，按照各族来进行，不管是成人、小孩、青少年，我们都在小组里面一起来动员，能够做这个闯关的活动，帮助我们在每一个小组都能够同心协力。也能够透过这样的精神，也帮助我们在未来回到我们的小组的时候，也能够同心协力能够传福音。这个时候我们要开始我们下午的活动，求你保守我们的天气，也保守我们每个人的身体。每个小组嘛，那马上嘛，那个什么国家都这样子呢，他们所以阿妈ko lawalan niam atau sapon niam ya ayawasan no sapon niam atau lawalan niami pagkam ni kamayasan miso ang tapangci Yesus Kristus amitolon amin。牧师，可不可以请问一下，为什么下午要特别安排团体动力的方式？下午团体动力就是在激发在小组的整个动员的力量，以及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帮助大家在未来的在区域性的宣教里面，这是一个透过大家的这个活动，能够激荡大家的那种团结心。透过这个机会，让小组长学习怎么去动员，怎么去带领小组。所以每一个关卡、每一个站都是操练。我们好，要整个一起去，一起同心协力，有时光。在哪里？那边有没有？然后就按照你们那，然后要去了，就转弯了，进去了。对，像我们刚刚的讲对，要把人抓回来吗？不用抓回来，我们要去那个点，去那个点，去那个点，对。还有那个30秒。30秒，好美啊！这边有这个啦，哎。解释一下你这关叫什么？这关叫水管。大声一点。水管接力赛，不要出一个人。对，我不多讲。简单讲一下。就是用那个水管接那个球，1分钟之内要把球全部传中一遍。高远，你平均大，我很顺哦。你那个太闲。好，快点！好了，你好，哎，行吗？哎，你说来，你不要再接了，啊呀！后面呢？哇！现在进行是哪一关？然后进行那个是什么关？看一下哦，刚在哪里？你丢我姐。真的，这游戏是怎么样？这个游戏就是要培养默契啊，然后将球一个一个丢，可是他们都作弊。那个瘦的牛竟然把那个白白的。请问你这关叫什么？对不对？对，是。那怎么玩？对，演戏。策略一下。好了。对。大一离组。请问这一组是哪一组？大一离组。不知道。我们是解梦高手。这一组的特色，这组的特色是小小的蛋伊犁，它能够成为最大的工程。好，谢谢。谢主呢？来了。对呀。就！冠军，你出来玩呢？对。我们一起玩哦，哈！好紧张，我看你。我们一起来玩哈，没有在那边呢。好，快点走。弟兄姐妹，你们大家好，我的这一站叫做诗歌擂台站。诗歌擂台站。那如果说你是抽到这一张呢，他就感谢说你要唱一首感谢的歌，感谢耶稣来提升。赢不准。就是这样子，谢谢。如果说其中有2个人超过1分钟的话，就要处罚。处罚呢就是唱一首诗歌，然后一起做动作，谢谢。你没有介绍你的 partner。我的 partner 是乔妮小姐。这么短啊？她最近要受洗了。真的哦？对。感谢主。我们是雅各又将彼得族。我真的觉得这个只要5分钟就好了。邱芳姐，你这一关叫什么？这一关叫做破坏心。
雅各，拿雅各提示。要本来这样子。朋友，你们是哪一组？樟树，美丽活泼，樟树组。真的啊？对啊。樟树组有什么特色？樟树组呢，都会有什么特色啊？什么的？说花照啊。想被听。过去，然后你男生过来。对的。好，活动过去。好，自己加啊。摩西组。要不要拖？拖了。你这关叫什么？我这关叫做同来礼拜。大声一点。怎么玩？怎么玩？就是这样玩啊，两个人去拿衣服啊，然后再跑去拿那个雨伞，还有圣诗，然后再跑过来中间，然后在那边唱。3下。哇，太大了！好，有敌军来喽！又是你了，你到底要收到什么时候呢？哪有？还有1、2大卫组没了，还有4组还没有来找你，还有4组哦，请他们赶快来找。捐款买我们青年 CD 150块，加玉成知音的话就250块，谢谢。那你买了吗？还没。你打算用烧的，对不对？不要讲那么清，不要讲那么明嘛。加油，牧师！越跑越瘦了，牧师。荔枝都比你胖了。哎呀，你看不是我这个。来，来一组。不行，讲话，我们是单一里组，单一里。9、8。长得很帅哦，欧夏辉哦。给我。陷阱！啊，原来这边断掉了，陷阱啊，这边有陷阱。这位受家暴妇女，你会讲一下你的历程？现在家暴妇女真的需要站起来，真的需要站起来。那你干嘛一直笑？因为你站起来了。对，因为我站起来，我很高兴。很热哈，师母。对。阿姨很热哈，真的哦。我妈今天40周年，有没有很高兴？高兴了。真的哈，你们来玉成多久了？哇，还差不多30多年。30周年，真的哦。比我还要久，我还不到30岁。他陈妈妈看我一下。什么资历？好美哦！我要访问陈爸爸。好面壁。出来。一路行走，发现见证作为我们要出发的动力，是因为听见每一个见证，你会发现神奇妙的作为。很多奇妙的事，常常也发生在你我身边。当我们领受了，心中就充满了喜乐。你是不是会很希望迫切跟大家分享呢？这次我们玉成家的采访小组跟随着吕牧师的脚步去寻找他行走过的地方，你会发现我们采访的每一个牧者跟信徒朋友们，他们对吕牧师的印象是多么的深远。他们也跟我们分享了吕牧师在那个时候的情形，也分享了他美丽的见证。张园是台东县一个阿美族部落，张园也是吕牧师他生长的地方，相信这里也是教会中几位信徒的故乡，你们的老家。说到老家，你一定会滔滔不绝讲起小时候的故事。吕牧师在老家年少轻狂过，从不信主到成为一位牧师。他说，一直以来心中有份重大的使命在催促着。年轻时的吕牧师到底有多少见证呢？好多、哦，吕章才牧师他真的是多才又是多野的一位牧者哈。从我听到几位我们长老，从他年轻的时候，他就有意献身来做宣教的这个工作哈。在米厂打工的时候，他得了肺炎；在建堂的时候，他一个不小心从屋顶跌了下来。
在建教会的时候，就是因为不小心在成立这个教会就突然掉下来，很多信徒觉得很惊讶，怎么会是这样子？还好我们吕牧师的身体硬朗后，哇，非常的受到上帝的保守，所以他没有发生很大的这个意外。在他的心中更确立了对主耶稣基督的使命。回到了张园老家，有2位弟兄对吕牧师说，希望吕牧师能够陪他们去考预神。到了预神，他们也催促着吕牧师一同来考试。吕牧师也答应了，也报了名，成绩放榜了。奇怪的事也发生了，原本想考的没考上，但是陪考的吕牧师却考上了，神真奇妙。林金林牧师也分享了阿美族中几位优秀的牧者，其中也包含了吕牧师。阿美族来讲的话，有几个他们就是很会讲道的人，比如说李章才牧师林茂德牧师啦，这个花莲的光复教会的习度牧师还有新昌的罗天才牧师，他们这几个人都是当代的一些可以算是一个领袖。当年吕牧师是玉山神学院复校后第1届神学生，我们来到了玉神，走进了玉神图书馆，才会发现以前的神学生求学是相当辛苦的事，不只读的是日文书，还要边读书边做农艺的工作。以前的人都是读日文书，了不起吧？都是日文，所以这些大量的日文都放在这里，几乎都是牧师那个时代要看的书。当时很早以前，学生又要读书，又要从事一些农艺的工作，所以事实上待在图书馆的时间其实是很少。那我觉得以前的学生真的很了不起耶。当年的牧者念书真是辛苦啊，一边求学还要从事农耕的工作。玉山神学院孕育了许多的神学生，将福音传遍各地，让更多的人听到福音。吕牧师完成学业之后，回到了张园教会实习，积极参与教会事工。毕业以后就来到我们这个张园，他是我们张园本土第1位的这个传道师。按照我的了解，从他年轻的时候，从几位长老这样分享，吕章才牧师他真是很和善的人。能够跟我们很多当时的年轻人打成一片。我们还听见了吕牧师的一个故事，在民国73年，总会差派了他与陈茂良2位牧师到日本4国大学学习观摩，而陈茂良牧师目前的工作则是开着门诺巡回医疗车，在东部的山区部落为山区的原住民做巡回医疗。为了要采访他，我们必须要往东部的山区来找他。我这是有份于这样的一个机会就跟我们的老大吕牧师跟老大，我称他老大是名正言顺的被陈茂良牧师称为老大，可不是随便叫的呢。2个人在日本求学时，必须要互相扶持、互相照应。求学过程当中，陈茂良生了病，吕牧师是如何照顾他的呢？我生病的时候我本来说我可以忍耐，但是一直叫我说倒咽气。治疗的时候发现我得了溃疡了，胃溃疡。就从那时候，他的关心呢，他的这个爱真的是令我感动。没有他的话，我可能就今天就不在这里吧。我真实的这个事情在这个地方来发表一下，不是假的。待人处事都是以基督为主，以基督的心为心。从我生病的时候，可以发现，直到今日，门诺山区巡回医疗犹未停歇。陈茂良牧师医疗团队致力在花莲县中区的瑞穗乡及南区的玉里镇提供据点式的巡回医疗。那主要目的就是我们到那些无医村的一个部落是没有医生没有一个诊所关心服务那边的居民。不过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时间的安排
非常好，非常好。虽然没有给我传洗的时间，但是我们还是一样的很高兴接受这样的一个任务主要原因就是我们不能够晚1分钟这个去照顾那些病患我们不要让他们等待着。陈茂良牧师医疗团队以实践耶稣基督的爱在最弱小的弟兄身上为使命，行医传道遍及花东各地。而在早年，吕牧师也因着关心山地原住民，来到了台东，为台东山地原住民关怀服务，也成立了台东山地服务中心，提供有需要的弱势同胞一个整全而连续性的照顾服务。林牧师人是很热心还等于照顾那些原住民相隔有20多年了，这2位杂货店老板对吕牧师还是那么的印象深刻。杂货店隔壁原本是当时的台东山地服务中心，这么多年来也换了好几个店家，如今已是挂上光阳机车招牌了。吕牧师在台东山地服务中心服务期间，他的服务也延伸到了兰屿，在兰屿也提供有需要的弱势同胞一个照顾服务。我们虽然去不了兰屿，只能体会晓得台东到兰屿这一趟的船行也有好长一段行程。吕牧师本着为主服务的精神，所做的关怀服务及传道也延伸到了北部至今。民国69年3月，被聘为都市北部区会巡回牧师。他服务的区域自基隆金瓜石教会、七美、建基、三美及大台北地区的樟树、玉成、基穗、安光、中正，甚至高雄地区的临海聚会所，大大小小共计32间教会。神借着众教会信徒的努力，建立现在的阿美族教会规模。在民国74年4月，总会推荐吕章才牧师作为玉成教会候选人，他也就此顺章备选，而痛弃巡牧工作，接受了玉成教会牧者的就任。奇美中会的牧师这样看来李牧师是很谦卑又默默耕耘的牧师当时我们教会的经济不见的。吕牧师说，从一路行走直到今日，每次以心不甘情不愿来形容当时的情形，但回顾往昔，发现一切都是神的美意，在陌生的环境中体验神的爱和恩典，在复杂的都市环境看见人的需要与帮助。当时他来一城教会的时候骑单车那个时候巡回骑单车，后来才有摩托车到金瓜石了到基隆了，还是士林了，还是土城也去了到处去拜访。李章才牧师这是最有伟大的一个牧师，我们最信赖的。他的衣食住行跟他的信仰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很谦卑的一个牧师。就如同神对众先知所说的，不要怕，我常与你同在，并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你的故乡亲族，到我要指示你的地方，我要赐福给你。以下也是在当时曾与吕牧师一同同工的牧者，他们对吕章才牧师的祝福。大家我是说的提李牧师李牧师为国turas no
Urip numita misaizer saka iraku suani Paulo kami wangci peho nuri 面前向着标杆直跑sa. Ano cacai to katayar kisitini i kiukai ini kau dia ilai kuna falu so anu kawas mi pa ya pasakat to urip numiso itini itadama anai saka samanai ko piklis no kawas isuanan i salakat bimukai numiso tangasa i nini apaharkan ikur hanenu kawas kis ami kelih saka wachi to numiso kami ama pafursagai ko urip numiso itini ifarujo no kacacai safa wawa hanako。退休对你来说，也许是卸下了牧会的重担，但是对我们晚辈来说，却失去了一个牧会的台柱。李牧师，你是我最尊敬的一个长辈，你可以说是我属灵的一个父亲。你凡事谦虚、忍耐学习，虽然和你共同服侍只有短短的2年，但是这2年却是你用生命来影响我的生命。你常常用基督的爱来对待我这个晚辈。在这里祝福你全家身体健康，愿神祝福。在这里祝福牧师，他奉献他的一生从年轻当兵之后奉献他自己到这个年龄，的确已经是有半个世纪的时间完全奉献自己，就好像我们有一首歌，他奉献他一生完全是要荣耀给主。一城教会的成立到目前将近40年，牧师在一城教会有19年的时间了，所以我这里祝福牧师在退休之后呢，仍然也关心我们一城教会，不仅是我们一城教会，我们整个原住民的教会也多参与来关心。Hello， 牧师师母，你们好，我是小芳。虽然我人在美国，但是我真的很想参加你们的这个礼拜。那借着这个影带，祝福你们在你们的退休之后的日子更有上帝的祝福。我真的很感谢你们，因为过去从小到大，你们真的是陪着我走过每一个阶段。那也谢谢你们为我的祝福跟带导。那我再把这个祝福加倍的祝福你们，愿神祝福你们，更祝福你们身体健康平安。老大，我在这里利用保罗先生的一句话，向你恭喜，也向你作为你的勉励那你当跑的路已经跑完了，你守住的道已经守住了，你打的仗已经打完了接下来就是唯有上帝继续保守祝福你未来的生活。我相信你未来的这个生活有美好的规划，你要当跑的路还是有。虽然你退休了，我想你是退而不休的一位我想你还是继续奔走你所喜欢的一条路。我在这里小弟完备的祝福你永远健康永远幸福，永远平安。谢谢你。跟随吕牧师的脚步行走，我们看见了许多故事。我们知道，在我们属灵的见证上，要努力的去寻求，用一路行走、发现、见证作为我们出发的动力。这是一个梦想。我们希望吕牧师都永远快乐，能够得到耶稣基督的应许。虽然您退休了，但是玉城教会是永远敞开大门欢迎您。我们还是迫切的需要您的鼓励及带领，因为玉城教会要努力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